DSE 數學 Core 2021 Paper 1第11條 Statistic 題目嘅處境係一班小朋友玩遊戲，每個小朋友都抽到不同數目嘅 token。遊戲結果做了一個列表。首先mode眾數係最容易，15個小朋友抽到一個 token。mode 就是1。如果有 n 個小朋友加入，新加入嘅小朋友全部抽到5個 token。問 n 可以去到幾大，而 mode 可以維持1。原本抽到5個 token 有4個小朋友，加入咗 n 個小朋友之後，變成4加 n， 所以4加 n 細過15。因為如果大過15，mode 就會變成5，如果等於15就會有兩個 mode， 即係1同埋5。跟住講mean平均數。mean 就係 total number of token over number of children， 答案係3。如果加咗 n 個小朋友，分子加 5n， 分母加 n， 新嘅mean係4，計到 n 就係42，所以即係多咗1倍小朋友。最後講 median， 4個小朋友中間數係21同埋22之間，即係2。如果 median 變成4，首先抽到1、2、3個 token， 分別有5位、9位同埋2位，即係26位小朋友。抽到4個 token 或以上，分別係5位、4加 n 位、2位及5位小朋友，即係16加 n 位小朋友。數式係16加 n 大過26。數式唔可以等號，如果等於的話，中間數就係3同4中間，就變成 3.5。所以 n 係大過10，n 嘅最小數目就係11。